由信和置業、資本策略同港鐵合作發展嘅油塘柏景峰 One Park Place 係區內最新嘅大型住宅項目。項目依山而建，可以享有山景同維港景緻。由3座大樓組成，提供748伙，戶型涵蓋開放式子3房。近期備受收租投資者追捧嘅1兩房戶型，更係項目主打單位，佔全盤大約80%。柏景峰位處近年急速發展嘅九龍東，成個項目依山而建，位置上旺中帶靜。6號幹線將會喺出年全線通車，到時來往東西九龍嘅車程同時間更加會大大縮短。喺油塘出發，揸車大約8分鐘就可以去到西九龍，快速聯繫尖沙咀商業區同高鐵站。同時由項目步行去到港鐵油塘站，只需大約6分鐘。盡享觀塘線同將軍澳線雙線鐵路優勢，一站速達鰂魚涌站，2站就可以去到觀塘站，車程同樣只係大約5分鐘，極速連接港島東同九龍東 CBD。今日率先同大家參觀嘅經改動示範單位，係參照第1座28樓 A5 室打造，實用面積431平方尺，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層與層之間高度係3.3米，大廳以長形開織，地台以天然石材鋪砌。設計師利用家私去分隔客廳同飯廳，令到間隔更見分明，營造溫暖舒適嘅居住環境。客廳連接由露台同工作平台合併而成嘅特大露台，面積達到38平方尺，使用上更具靈活性。2間睡房同大廳同向，同樣以玻璃幕牆設計，採光度充足，而且可享闊銀幕式景緻，盡覽窗外開揚景色。主人睡房空間寬敞，中央位置可以佈置一張3邊落床嘅雙人床、衣櫃等家私。另一間睡房同樣是正，俾住戶靈活佈置運用。廚房屬於開放式設計，曲尺型工作台面配以米白色為主調嘅櫥櫃，美觀同實用兼備，為住戶提供足夠嘅備餐同儲物空間。廚房預設一系列 Siemens 家電，包括嵌入式微波燒烤爐、雙門雪櫃、電磁爐、抽油煙機同洗衣乾衣機等設備完善。另一間帶大家參觀嘅無改動1房示範單位，以第3座28樓 C8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293平方尺，單位以長形開織，間隔寬敞實用，地台以耐用嘅複合木地板鋪砌，樓層高度亦都係3.3米。大廳連接面積大約38平方尺，由工作平台同露台合併而成嘅特大露台。開放式廚房一樣配備完善電器，可以應付輕鬆煮食需要。全屋亦都結合咗各式智能家電，單位大門採用 Locky 多功能智能電子門鎖，配備現代化充電 USB Type A 同 Type C 充電插座。會所配套方面，項目住客會所 Club Park Place 由著名設計團隊匠心打造，以英式時尚為設計靈感。成個會所面積超過12000平方尺，提供適合大人同小朋友嘅室內外多元設施，包括2大宴會廳 The Great Room 同 The Gentry， 約25米長園林游泳池，池邊設有池畔雅座、池畔遊座同環迴雅座。另外亦都有健身室，俾住戶喺閒暇之餘鍛鍊身體。而燒烤庭園同童趣歷奇就為住戶同家人提供一個增進感情嘅好去處。此外，會所入面設有多個休閒雅座，例如閱讀閣、庭園、共享休閒空間同室外休閒空間。無論係好動定係好靜嘅住戶，都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消閒設施。生活配套方面，項目步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區內地標商場大本營，亦都鄰近觀塘 APM、YM Square 裕民坊同德福廣場。就算過海前往太古城中心，亦都只係2站之隔，盡享豐富消閒娛樂選擇。柏景峰結合咗交通便捷、自然景觀、商業配套、優質教育同智能生活於一體，無論係投資定係自住，都係值得關注嘅住宅項目。